促转会本地伫今年5月就要结束啊，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讲，支持促转会第2摆延任。行政院发言人表示讲，促转会过去所规划物件，也着要有时间来执行，亲像是受害者补偿的部分会延期修法。不过针对促转会延期的部分，就国民党的立委用违章建筑来批评促转会。 促转会5月就到期，刚有要延期。行政院长苏贞昌10日接受质询时，讲要互因搁延长一档。不是几十年的威权统治，1、2、3年间就能做完。我觉得应该多支持促转会，让它延续，并且任务要更充实。苏贞昌讲支持促转会继续运作。 毋过嘛，希望机关对任务的规划甲执行爱搁较招稳。促转会嘛表达，进前主要的规划，刷落来重点会开始执行。那下一阶段的重点，其实是转型正义怎么落实跟执行，几大重要工作里面，包括这个平复这个受难者的司法不法，然后要去补赔偿，这个也都需要法治基础。那这个我们草案已经完成。促转会伊有提出一个草案，就是这个权利恢复条例。像这种法案的推动嘛，是转型正义的重要的一部分。这时间当然无够，这个发动这个修法所以这嘛是延期的原因之一。行政院表示，促转会为成立以来，撤销了6000件司法不公的案件。不过，促转会原则上是规划型的机关，无权利执行补偿，未来会透过修法。 来互因转型。另外，对民间争取会认为，促转会延期就亲像万年国会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后，应该爱甲工课分互其他单位来做。行政院是回应，甲力量集中来做，可能效果会更较好。促转会成立这2档外，爱互因更较济时间。国民党团副书记长陈玉珍是用违章建筑来批评，认为促转会根本无照法律来行。记者陈雅文、邱凯台北报道。